阮到底是虾米人？江丁秋。自古以来，台湾就是一个岛屿族的所在。高山原住民现主是有16族，平埔族嘛有正10族，搁有1949年前后对支那过来台湾的外省族群，原也有几若10族，也有自20-30冬来过来台湾的外籍新娘，算咧嘛有几若族。其实住伫台湾上济的是300-400冬来对长山来台湾，搁透揽着在地平埔族，讲客语也是讲台语的即群人。讲客语的即群人，因家己自称做客家人，也是客人。别族群的人嘛是安尼甲因称呼，所以就无啥异议。换讲台语的即群人，互人的称呼煞是带有歧视性的字眼，甲矮化的意涵，互讲台语的人袂当接受，家己阁无一个属实的名号，这是要如何是好？台语互人叫做闽南语、河洛话，阮是绝对袂当接受，因为因拢带有歧视的意涵。台语、台湾话，阮自细汉就是安尼讲，阁是住伫台湾顶面上侪人咧讲的话，或做台语、台湾话绝对有伊的正当性。但是讲到族群的称呼，就发生问题咯。叫阮闽南人、河洛人同款歧视，阮当然嘛袂接受。若是叫做台湾人，安尼阁真歹甲住伫台湾的其他族群来区别，因为台湾人这个词已经有自我认同的符号，毋管甲台湾当作国家也是地方，拢有真悬的自主性。要改变也是增加伊的意涵，拢有相当的困难度。若是安尼，阮即阵讲台语、讲台湾话的人，到底要叫做啥物名？阮是要安怎称呼家己？这当就需要好好来思考一下。再来，号名是家己的权利。即马咱就来激头脑，号一个好听，搁大多数人会接受的名，刷落接接叫，定定讲，搁着直直写文章来推广，安尼咱真紧就有一个下属的族名。